百風山下由益通風情上乘特約播出。益通風情上乘，25萬平米加拿大夢想城，擇一城終老，遇一人白首。海關旁夢想家，867505788888。平民視覺，用心表達。百風山下，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國際志願者日，幫助別人，快樂自己。2016年高考兩大改革，開放異地高考，改用全國卷。平民視覺，用心表達，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12月7號嘅百風山下。為咗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嘅志願者精神，慶祝第30個國際志願者日，從上週五開始，連續3日，團市委市義工聯開展一系列義工活動。我哋嚟睇一睇。琴日下午，團市委市義工聯攜手多支義工服務隊喺台西路步行街舉行主題為幫助別人、快樂自己嘅台山義工在行動志願服務活動。現場設置咗近20個帳篷，分為義工招募區、義診區、諮詢區、文化區、義賣區、義展區同義收區7個區域。唔少市民都嚟到義診區，等醫生幫自己做一個簡單嘅檢查，聽一聽醫生嘅專業建議。我嗰啲血壓係正常嘅，你今次佢係126/81，呢個血壓係正常嘅。我哋嘅即係正常個範圍都係上壓係90到120咁，唔知下壓係60到90。然之後，我哋而家126咁都係可以接受㗎。檢查完仲可以根據自己嘅身體狀況向醫生諮詢。諮詢區內仲有人民法院、住建局、供電局等多個部門單位擺攤，為市民提供諮詢服務。係社工喺台山嚟講嘅話，一個啱啱起步嘅一個行業嚟嘅。咁嘅話咧，目前我哋社工機構嘅話咧，承接咗政府即係好多嘅一啲社會服務。咁其中嘅一啲包括嗰啲長者服務啦、殘疾人服務啦、兒童啦，同埋一啲仲有一啲敬老院嘅，同埋一啲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嘅等等。咁今日嘅話咧，我哋主要就係過嚟就係宣傳我哋呢啲服務。喺當日嘅活動當中，文化區人氣最旺，台城二小嘅同學們即席揮毫，將寫好嘅字畫義賣，仲有小樂手街頭大秀才藝，攤位被逼到水泄不通。義展區同義收區免費為市民理髮、修理簡單嘅家電，便民為民，亦都受到市民歡迎。比較有意義咁樣，你可以一下可以帶定啲學生，你可以提供一下佢哋即係講所學過嘅知識，可以為啲市民可以做到嘢，同啲市民維修下電器，促進下佢哋嘅技術啦。第二嗰個可以幫助到市民。市義工聯方面表示，希望通過開展一系列各種形式嘅義工服務活動，提高社會對義工服務嘅認知度、關注度同參與度，呼籲更多愛心人士加入到義工大家庭。上個星期5嘅新聞當中，我哋提到2016年高考同往年相比有兩大改革，一個係允許符合條件嘅異地戶籍考生參加本地高考，另外一個係改用全國卷進行招考。咁樣申請異地高考要符合邊一啲條件？目前我市嘅申請情況又係點樣呢？記者從市教育局招生辦了解到，外來民工隨遷子女喺我市就讀普通高中，並同時符合以下條件嘅，2016年起可以喺我市報名參加普通高考。一、父親或母親喺廣東省具有合法穩定嘅職業證明；二、父親或母親喺本省具有合法穩定嘅住所證明；三、父親或母親持有廣東省居住證。四、父親或母親喺廣東省累計繳費3年以上，含3年嘅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同基本醫療保險證明材料。五、隨遷子女喺本省參加中考及持有喺我市高中3年完整學籍嘅有關證明。申請參加異地高考嘅考生需要先將申請材料上交學校，再由學校上交到教育局招生辦進行統一嘅資格審核。喺我市申請參加2016年普通高考嘅異地考生大約有100人，不過究竟能唔能夠留喺本地高考，就要等到明年2月份先知道最終結果。僑中今年有16名異地考生申請參加本地高考，但目前只有8個人符合條件，唔符合條件嘅異地考生主要係因為社保唔過關。
因為父母都喺我市工作，現就讀於僑中高三18班嘅尹平，從河南老家過嚟台山已經有10幾年。目前佢已經齊備申請異地高考嘅條件，正在等待教育部門嘅最終審核結果。佢話知道開放異地高考好開心。因為我從小在這裡生活也很久了，然後習慣了這裡的各種的，比如說考試啊或者怎樣，各種的都比較適合。可能如果突然這樣，如果沒有異地高考的話，突然回到老家就會感到不習慣呢。可能父母就要為此去為我找學校奔波。尹平話：雖然申請異地高考需要符合多個條件，但呢啲申請要求對佢嚟講唔算麻煩。因為上初中的時候，我的家長就聽說了，可能到我這種時候可能會有異地高考，然後可能會實行異地高考，所以他們很早就在為這個事情做一些準備了，比如說買社保啊，或者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之類的。而同樣就讀於高三18班嘅廖維蘭，似乎就冇咁幸運啦。廖維蘭嚟自廣西桂林，小學3年級就跟住父母嚟到台山生活返學，但係佢唔能夠申請2016年嘅異地高考。有去申請異地高考，但是結果就不行，因為我爸的社保問題，就社保不夠年份吧，不夠年數。維蘭話：佢嘅父母目前都未有計劃好，要乜嘢時候帶佢轉返戶籍地嘅高中入讀，只係希望佢先喺僑中好好復習同埋備考。因為感覺在這邊都學了很久，都是學這邊的，然後突然就說不能在這邊高考，然後我就覺得對於我來說真的有點難過吧，而且在這邊跟朋友們相處都那麼久了，然後突然要回去，然後到一個陌生的一個環境，然後我覺得影響還是有的。2016年高考係開放異地高考嘅第一年，絕大部分申請失敗嘅異地考生係因為父親又或者母親唔滿足3年社保繳費年限呢一個條件。喺呢度要提醒各位以後準備申請喺我市高考嘅異地考生，要提前了解清楚申請異地高考嘅條件，及時做好準備。頭先嘅新聞當中有講到，咁除咗開放異地高考之外，2016年高考仲有一大改變，就係由廣東卷改為全國卷。試卷上嘅改革會帶嚟邊一啲影響？我哋又應該點樣應對呢？我哋繼續去關注一下。根據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嘅實施意見精神，同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同意安徽等7省市從2016年起普通高校招生統一考試使用全國卷嘅通知，從2016年起，廣東省普通高考將使用由教育部考試中心統一命題嘅試卷。2016年高考全國將有25個省份使用全國卷。2016年高考將係廣東省歷經11年所有科目自主命題之後，重新使用全國卷進行招考。廣東卷跟全國卷來對比，在考試大綱跟教材的內容是不變的，變化的地方呢，主要在試題的結構，試題的難度係數，考點的範圍，以及命題的風格、命題的思路和能力要求，這些方面會有些變化。具體嚟講，語文考卷嘅名句名篇默寫範圍由33篇變為64篇，而且唔再出拼音題。數學考卷嘅函數題、幾何題等難度提升，英語考卷嘅難度整體降低。理科綜合考卷嘅物理科增加不定項選擇題，生物科嘅總分值減少。文科綜合考卷嘅歷史科、地理科增設選考題。記者了解到，歷經11年後，廣東省重新使用全國卷高考，亦都係對教育部門以及高中學校教學嘅一次革新。對高中老師嚟講，呢個亦都係一個挑戰。以前廣東卷的話，可能要求沒那麼高，現在全國卷理論啊，包括那些數學，對數學要求就比較高了。尤其是對我們僑中學生普遍都反映難度大了好多。然後我們老師感覺的話，應對廣東卷有了一套很好的備考策略、備考方法。但今年改為全國卷以後，我們老師因為對全國卷不太熟悉，或者老師的備考上難度也大了很多。
據了解，為咗對2016年高考使用全國卷進行重新嘅規劃統籌，市教育局方面亦都積極探索，從2015年3月開始關注搜索各方面信息，牽頭帶領我市各高中學校尋求新嘅備考策略。8月份開始要求所有的高三老師研究近3到5年的全國試題，加強這個備考策略的研究，請了一批省內外的高考命題研究專家，給我們的老師進行專題的講座，將我們的高三老師外派到高考備考經驗比較豐富的省市去進行交流學習，然後綜合這幾個方面的信息呢，來形成我們台山本地的高考備考策略。另外，記者了解到，由於全國卷嘅試題難度比廣東卷難度要大，咁所以今年部分學校高3年級嘅複習進度亦都相對慢咗。往年考廣東卷，基本一進入到高3就開始第一輪複習，一個學期過去啦，第一輪複習亦都結束。咁而家考全國卷，估計要到明年嘅3月份，一輪複習先能夠結束。而喺學生嘅成績定位方面，按照百分制計算，以前要考本科，學生會定位要考到60分左右，咁但係而家只要考到4到50分就可以啦。我覺得總體上應該影響不大，因為它雖然改為全國卷，難度大了很多，可能相對來說就是學生的分數難看一點，但對於錄取率來說，雖然是全國卷，但它是廣東省自己招生的，應該對我們的重點本科錄取率應該沒有太大的影響。而家高3嘅學子正處於緊張嘅複習當中，喺呢度都要提醒大家，複習好關鍵，但唔適宜俾自己太大壓力，最重要係保持良好心態。再嚟關注下條新聞，當地時間11月28號晚上，台山鄉親朱子江、鄭素蘭伉儷攜手共創嘅護理公司喺紐約唐人街嘅金峰大酒樓舉辦心懷感恩聖誕聯歡晚會。當晚筵開50多席，非常熱鬧。睇一睇我台駐美國紐約通訊員發翻嚟嘅報導。朱氏伉儷嘅親朋好友以及該公司嘅數百名員工歡聚一堂，董事長鄭素蘭以及總經理朱子江兩人先後致歡迎辭同答謝詞。最近朱氏伉儷嘅護理公司受美國一帶一路總商會邀請，前往北京出席2015年亞太經濟高峰領袖論壇投資洽談會。當晚，美國一帶一路總商會張傳榮會長、高美美秘書長以及20位骨幹亦都出席咗聯歡晚會。佢哋向朱氏伉儷贈送咗一尊毛主席塑像，感謝在座嘅護理員為海外華人華僑服務，令到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樂。喺聯歡晚會上，鄭素蘭特別表揚同獎勵咗一批優秀員工，向出席晚會嘅公公婆婆贈送禮物。當呢10幾位年過8旬嘅老人家喺子女以及護理員嘅攙扶之下，一步步上台領獎時，掌聲響起，場面感人。之後，所有出席嘅員工一齊登台合影全家福，精彩嘅照片將用於製作紀念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就到呢度。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風網3w.tsp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風網微信。我哋聽日再見。台山碧桂園全新繁華里，打造台山豪宅傳奇。新城繁華地段，鳳凰酒店前地塊，一梯2戶，精裝洋房，南北對流，2.3萬平米商業綜合體，大型肉菜市場，4家影院已進駐，專享台山至好配套。碧桂園中英文學校現已開學，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